当在地前来讲台南的消息，台南市政府开新台票450万买50台这个电动的警用巡逻乌托邦来提升执法的效率，兼有责任减碳。市长黄伟哲肯定全市警察的表现嘛，感谢讲所有员警对着治安、交通、甲为民服务等等工作辛苦的付出。台南市政府开第2预备金新台票450万，买电动警用巡逻机车50台，提升执法的效率，兼责任减碳。警察局交通大队举办新车启用典礼，各式各样的巡逻车，包括轿车包括特种车辆，以及包括机车都有要搭配使用。市长黄伟哲针对警用设备的采购，黄伟哲强调会全力支援。不管在预防、减少犯罪的发生，或者是这个查缉侦办案件，都是采用非常高的效率哈。另外，警察局局长廖宗山讲，这摆新配电动警用巡逻机车，除了符合执勤实际需求，嘛做好2050台湾净零、台南齐行，达到低碳饮食、台南净零目标，响应绿能环保，走向智慧城市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